平時你吸塵吸一下，但係而家你見我推呢一下係吸塵、掃地、拖地、洗地，連埋消毒一次過咧，已經全部做晒。用咗呢部洗地機之後咧，只需要一半嘅時間。以前30分鐘咧，而家15分鐘就搞掂啦。連念字音都搞得掂，呢個世界上仲有啲咩搞唔掂？平時你淨係吸塵嘅時間，佢已經做晒5個清潔嘅步驟啦。連續4年咧，全世界 No.1 洗地機嘅品牌。其實咧，我哋有一部 upgrade 版咧，係可以無線手持咧出到蒸汽啦，嗰個去漬能力咧都係比呢部要強嘅，係2年原廠保養啊！獨家嘅限時優惠啫，我哋再送多支洗地水俾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呢部5合1洗地機輕型版，洗地、拖地、掃地、吸塵、消毒5個步驟，全部一次過可以搞掂晒。呢部輕型版咧雖然機身纖巧，只重咧3.5 kg，非常之輕手嘅，但係咧吸力同埋清潔力咧一樣咁勁啦。加咗兩邊嘅超貼邊設計啦，同埋咧熱風控乾呢個功能嘅，最啱咧就係啲屋企冇姐姐幫手嗰啲咧就啱晒大家啦。有網友 feedback 我哋啊，簡直去到一個拯救生命嘅級數啊！以前咧佢係自己吸塵啦，再卡拖地嘅。用咗呢部洗地機之後咧，同一個工作咧只需要一半嘅時間。以前30分鐘咧，而家15分鐘就搞掂啦。每次慳15分鐘，我當你2日打掃一次，差唔多咧每個月咧幫你慳到4個鐘頭時間出嚟咯。咁計落咧又好似幾着數喎。另外仲有網友反映咧，屋企咧乾淨咗啊，因為咧以前啲打掃嘅密度冇咁高啊嘛，可能咧隔日吸一次塵，1個禮拜先拖一次地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用咗呢部5合1洗地機咧，其實你好似吸塵咁樣，已經同時間咧做埋洗地。除咗慳時間之外咧，個人冇咁攰啊。跟機會有一支清潔液嘅，將佢咧倒埋落去個清水嗰度。建議大家咧一定要用佢專用清潔液啊，因為佢有個不起泡嘅配方啊，洗地嘅時候咧就唔會起泡。調翻轉，如果你用普通嘅清潔液咧，一起泡嘅時候咧就有機會整壞部機啦。試下個清潔力俾大家睇下嗱，開始嘅時候隻腳踩住佢，咁樣佢先至會開始嘅。哇！嗱，好。暫停先，你見我推呢一下，大家睇下呢條界係吸塵、掃地、拖地、洗地，連埋消毒一次過咧，已經全部做晒，只係推咗1下咋，再翻轉頭，再推多下，哇，2下搞掂佢啊！所以點解你話慳到1倍時間咧？絕對冇誇張啊！咁污糟嘅情況都係1下連乾連濕吸埋入去，再用活水洗地、清潔液做埋消毒功能，你話係咪拯救生命嘅級數咧？玩大啲，玩啲結塔嘅念慈庵。好，我哋教個 Max Mode。哇！嗱，俾佢刷幾下先啦。嗱，我覺得未乾淨晒，翻手推多下就差唔多啦。連念字音都搞得掂，呢個世界上仲有啲咩搞唔掂？唔好咁複雜啦，屋企最常嘅打瀉水啦，好唔好？打瀉水一下已經吸晒佢啲水，而且佢仲加埋啲活水幫你洗埋笪地，咁就搞掂晒啦。你想暫停咧，就咁樣企翻喺度咧，佢就會暫停噶啦。咁先睇下成架機個機身先啦，真係好 slim 嘅，你睇下一個拳頭咁上下闊嘅啫。下邊呢度咧有個清水缸，佢將個清水嘅重量咧壓咗喺地下。就算你咁樣去拖嘅時候咧，嗰個重量咧都係壓咗喺部機度，唔係壓咗喺你個手嗰度嘛。啲清水咧就會喺呢個窿窿咧噴落去呢個布碌嗰度啦。我哋叫活水啦，不斷會有清水啦，連埋咧清潔液咧一齊噴落個布碌度，一路咧好似幫你拖地咁樣嘅。咁中間呢度咧就會有個窿啦，連水連埋啲污糟邋遢嘢啊、頭髮啊各樣咧，一路咧就吸上嚟污水缸上邊，啲塵啊同埋啲污水咧就會打落去下邊呢堆污水嗰度咧，最尾咧就經過呢個 HEPA filter 一個過濾器咧排翻啲風出嚟。所以點解佢可以做到咧乾嘅嘢、濕嘅嘢吸塵嘅時候咧，一次過吸晒落呢個污水缸啦，然之後咧再加呢個活水咧，咁啊咁樣幫你洗地咧。佢仲有一個能屈能伸功能啊，呢個就係剔一剔要過啲梳化底啊、凳底啊呢啲零難度啊。咁佢有一個底座啦，呢度咧就會做埋充電啦，同埋咧熱風焊工功能嘅。清潔完之後咧，先擺上去，呢度有一個自我清潔掣嘅。咁佢就會進入一個自我清潔模式㗎，咁佢就會將剩餘嘅清水咧繼續噴落去個布碌嗰度啦，然之後咧再將啲污糟水咧吸翻上去，清洗個滾筒，再用熱風焊缸。我哋就可以去睇一陣電視先，等佢搞掂咧，我哋再清潔埋污水缸啦。啱啱佢就完成咗自我清潔啦，同埋嗰個熱風控乾啦，摸上手都又唔算100% 嘅，我諗都90%乾啦，亂粒粒咁樣抹落去咧都冇乜水㗎啦，就可以防止咗滋生細菌啊。最後要處理咧就係呢篤嘢啦。而家我哋計下時咧，究竟用幾耐咧先可以
清潔到呢個污水缸啊。好簡單，先打開佢，倒咗啲淋沈嘢先攞開 HEPA filter 先，呢個唔使洗嘅，沖完水基本已經搞掂㗎啦。清潔嘅時候，中間呢個窿咧都要拆下佢，呢個窿咧就係嗰啲污糟水咧吸上嚟嗰位嘅。倒埋最後呢個水，都係講緊1分零幾秒咧，已經可以完成晒咧成個清潔程序。時間上邊咧真係慳到好多。你見頭先咧，我推幾推已經掃地、拖地、吸塵、洗地、消毒，全部一次過做晒啦。平時你淨係吸塵嘅時間，佢已經做晒5個清潔嘅步驟啦。其實我哋咧都喺 showroom 實測過，大概300零尺，我用咗5分鐘左右咧，其實已經可以清潔完一 round 噶啦。within 10分鐘咧，成件事已經完成晒喎。呢部輕型版咧，佢個電池續航力啊，同埋水缸個容量咧，大概屋企實尺500零600尺啦，都應該可以處理得到嘅。其實咧，我哋有一部 upgrade 版咧，係可以無線手持咧出到蒸汽啦，水缸嘅容量啦，電池續航力啦，蒸汽嗰個去漬能力咧，都係比呢部要強嘅。當然會貴翻啲啦。蒸汽版咧係適合一啲屋企比較大啲啦，過千尺嗰啲啦，或者咧要去漬功能嘅好多重度嗰啲污漬咧，咁你就需要買蒸汽版啦。全部都係香港行貨，有2年保養，係兩年原廠保養啊，同埋咧會跟多支洗地水。咁喺飛機店長呢度買咧，有個獨家嘅限時優惠就係我哋再送多支洗地水俾你。如果你仲係用緊吸塵機再加多地，甚至乎掃地再加多地，如果可以將嗰啲時間慳翻一半，係咪去到拯救生命嘅級別咧？希望大家用咗呢個5合1洗地機咧，清潔屋企嘅時候咧，又快又輕鬆又乾淨啦！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呢個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我哋手機 Apps 同埋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入邊有晒最新優惠同最新推介。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